我的人生就感觉足满足的。咱莫讲这啦，咱是来找田教授来。无问题啦，咱四个来去找看卖啊。你听着小姐来讲，你随便啦。小姐啊，是你别我，看来只有你消失去，生命才彻彻实实。走，人走，走，你啊，唔走起来无所谓啊，喂啊，不然喂啦，有要唔过去啊？哎，啉烧酒，啉酒，好，啉酒，你啊，足久无安尼开讲啊，对不对？来，等，随人的杯，随人啉哦，一杯你的，一杯我的，安尼卫生较好。哦，卫生，你杯嘛，今仔唔做，甲你讲讲，阿斗。来，天哥，好，来，热菜。好啉，我甲你停，我不懂啊，不要跟来，哎呦呀！阿姨啊，我起来你讲诶。妈，你咧食？我是你妈爸。哦。阿姨啊，爸，唔过起来啉。阿姨啊，爸啊。阿姨姐啊，啉一杯就倒落来。阿姨姐啊，爸，你来甲看卖咧，阿姨姐唔知安怎啦？阿姨啊。已经无救，可能中毒。哪样呢？爸，你这个哪中毒？即摆咱是要安怎啦？我看先报警，叫警方来处理。庆兰啊，你安尼做，嘛是带念着爸仔囝的情分。阿姨啊，虽然讲爱跋筊，无负责任，啊，不过伊的心肝嘛是袂歹，嘛是真善良。希望伊这届这关会当脱过，会当知影好好啊做人。庆兰，你来要创啥？我要甲恁讲一件真不幸的消息，喜一个死啊！你这个死啊！俊生啊，这哪有可能？你甲我讲算笑心？无啦，我讲的是真实的啦。啊，伊无代无志，哪会死去咧？伊是去用毒药偷死的啦。警方有调查伫现场迄几个人，结果伫小琪阿姨的皮包内面发现毒药的干仔。小琪阿姨。是啦，所以即摆小琪阿姨已经有警方收押，做进一步调查。迄个人咧？殡仪馆啊。若知有这结果，我甘愿你搁继续在外口浪流咧。上起嘛，你人嘛搁直咧。阿母，我甲庆兰啊，嘛有一个期待，有一天你会当倒转。你安尼这人生就放有无仔囝做你去，阿喜啊！做你的母到即马，你从来都莫好好甲我照顾过。我知影这拢是命啦，我
嘴无念懵念，啊，毋过我嘛袂怪你。天兰，阿姨啊，你转来啦！毋管你做啥物代志吼，我袂搁再怪你啊啦。阿母，真心来啊！已经啊，但是伊发生安尼啊，你也无需要伤心。即摆上较重要，家己身体照顾好。我甲美馆也参详过啊。当然以后这个伤势若办煞了后呢，规是安尼啦。你甲庆兰哦，到庭帮人我大。免啦，多谢你关心。阿姨啊，第四个安尼，我也就歹命的。这种代志哦，我讲咱想要想无够，但是我实想，小克应该无啥物理由来害上喜啊。庆兰，这样代志，我都已经互你一个交代。虽然连用即摆已经以律师的身份，代替老母向警方提出交涉，也毋过有无证据的，我看伊是要用什么办法证明老母毋是凶手。阿母，我看咱即马就来去找明良。庆兰，你找明良要创啥？我当然嘛是要问伊，因阿母为什么要害死阮阿爸？明良啊，啊你阿母咧？啊你毋是讲要替伊申请交保？警察伫阿母的皮包内底找到一支创毒药管啊！阿母讲迄个管啊毋是伊的，也毋过检察官认为有调查的必要，所以免伊交保。无可能啊！淑琪也无可能安尼做啦，伊无可能去害阿喜啊嘛。对啦，天哥啊，迄个时阵你毋是甲阿喜啊咧啉酒，啊伊的酒哪有毒？啉酒啊？我唔知啊。黄老伯啊，迄道你下的哦？迄当我下，我唔知啊，无啊，我无啊。对嘛，我相信哦，你绝对袂害阿喜啊。啊，毋过你还老实讲哦，假使讲你若替淑琪仔讲话哦，哎呦，警察哦会甲你当作共犯哦。我唔知啊，我无啊。那你讲，淑琪仔是毋是因为讲俊生甲庆兰订婚，伊心肝毋甘愿，所以啊，伊害死阿喜啊？我唔知诶。妈，阮阿母无可能害死阿姨姐啊啦！明良啊，啊你哪能这么肯定啊？哦，我知啦，因为你是医生的，你当然要替伊讲话啊。毋是这个原因啊！阮阿母的个性，伊根本就无可能害死阿姨姐啊！而且伊嘛无迄个动机啊！无毋对啦，庆兰甲俊生订婚，我甲阮阿母两个拢真失望。要不过害死阿姨姐啊，嘛无法度改变这个事实啊！那呢，皮包内底的管啊，是要安怎做解释？这嘛是我一直想无的所在。要毋过我有甲警方申请，要检验管仔顶迄个手纹。明良啊，我有听法医咧讲，讲阿喜啊是啉着氰酸钾死的啦。这款的毒，毒性真强啊！而且吼，这款药啊，只有大病才有啊。假使是俗气啊，俗气啊，哪有法度摕到这款药啊？妈，迄天你嘛有伫现场，那真正讲起来，你嘛有嫌疑呢。你讲啥？你讲啥啊？妈，你较冷静的啦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命案现场所有人拢有嫌疑啦。哟，哎呀，明良，因为我是人母，你无乱我，我是杨秋啊，哎呀！你较冷静咧。明良，即摆警方呢要去调查这代志，我希望你毋通意气用事，胡白乱讲。阿舅，我无胡白乱讲，我是做合理的推断。我是阮阿母的律师，我有迄个义务替我的当事者提出问题的疑点啊。是啥物疑点？这个疑点嘛，先通过我的考验。春生，阿哥，你放心啦。小琪阿姨有明良你甲做律师，你嘛我甲你做辩护。顺生，你我讲，等一定有一天有机会，咱搁比赛看谁是第一名。只是想袂到这个机会来得这么紧。到这个时阵，你还讲你比上第一名、第二名？
即摆死去的人是阮阿爸。所以这件代志，我希望你莫吵。我家己会去问小琪阿姨，问看阿姨到底是安怎要安尼做。阿母，明了，阿母，明了，我无害死阿姨啊，我无害死阿姨啊。我知影啦，阿母，你较冷静来，遮坐啦。阿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甲你带你开这个所在。即摆就剩一寡技术性的问题还未解决，只要我若找到证据，今后就无法度甲你拘留啊，你知无？真是安尼哦。天兰，你也来哦。天兰，你还相信我，我无害死恁阿爸，我真是无害死恁阿爸。我今日来，就是要问你这个问题。既然你无害死阮阿爸，那安尼，是安怎你会有血管毒药的？警方嘛一直问我真是唔知影，是安怎我皮包内底有血管毒药。竟然，你相信我，我无理由害死恁阿爸。既然你无理由，那安尼，你是不是咧替别人食罪？替别人食罪？我会替谁食罪？添到尾啊！添到这啊！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做时间顾伊。你是不是咧替别人食罪？替别人食罪？我会替谁食罪？添到尾啊！添到这啊！竟然，你的意思是讲添到这个害死恁阿爸？因为迄个时阵，敢若有因两个咧啉酒，唔是你，嘛唔是伊，那安尼会受啥人咧？无可能，添到这个无可能害死恁阿爸。伊甲夏喜啊，两个自细汉斗阵到大汉。我再讲，添到这个爱做人，我上了解。啊，若无，当初是我要将命令交代予伊抚养。对啦，庆兰，阮听到阿爸根本就无可能害死阿丽姐。虽然讲你会怀疑是你，也毋过伊根本就无迄个动机啊。明了，你安尼判断伤过感情用事啊。因为伊是你的阿爸，所以你唔才会这么主观。你讲了无？虽然伊是饲我大汉的阿爸，也毋过我认为伊毋是凶手，是因为我太了解伊。较早饲爱的时阵，伊若要杀一只鸭，伊就会念早死早超生，赶紧去做人较才智。我细汉的时听无意思，毋过大汉我才了解，虽然阮阿爸无读册，毋过伊比任何人佫较尊重生命，你知无？就算讲是安尼，嘛无因证明讲人就毋是伊杀的啊！你爱知影，听到白啊，伊的镜头是有当时好，有当时歹，无一定，伊是伫咧无意中才会甲人杀死。你安尼讲嘛是足主观的。辉弟，这拢是假设的问题，我相信警方一定会调查清楚。天啊，恁阿爸发生这款代志，大家拢足艰苦的。也毋过，我希望你相信我。我绝对无害死恁阿爸。阿母，你放心，法律是公正的，我相信最后一定会害你一个清白。你相信我。阿姐啊。本来我有足侪话想要甲你讲的，啊，毋过若真是要讲起来，嘛毋知要为倒位讲起，才短几工尔，就发生这样子代志。无毋对，一波一波的代志，甲咱逼到，互咱根本无法度处理。尤其是我为虾米甲俊生订婚失望？因为恁阿爸过身，所以我歹势甲你问。是阮阿爸逼我的。伊讲，我若是无答应，伊就要自杀。其实，这件代志我嘛是有责任，
因为罗伊的死，可能甲阮阿爸嘛有牵连。虽然我无亲目睭看到，啊，毋过阮阿爸伊一直讲，伊迄个时阵甲罗伊伫遐咧 QQ 拉拉的时阵，伊个刀啊，毋知影为虾米会插伫咧罗伊的身躯上，伊家己拢毋知啊。既然若是安尼，啊，迄阵也毋着出面去甲警方讲有清楚。啊，你想要替伊隐瞒，甚至阁答应俊生的求婚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做。人项代志，每一个人拢会当选择。敢若有爸母是家己无法度选择的，我真感谢天公伯啊，予我一个这么好的阿母。啊，毋过伊嘛予我一个真无负责任的阿爸。就算讲我对伊有搁再多的不满，甲怨叹，但阮阿母，伊就拢会原谅伊啊。我做人是生。要哪有理由讲无认伊咧？我会答应最新的求婚，毋是为着阮阿爸，是为着阮阿母。我袂用看伊等到20年的翁婿死伫伊的面头前，想袂到阮阿爸伊也是死啊！即摆，甲这两件命上有牵连的人，就是听到伯啊甲小琪阿姨，所以因两个可能就是嫌疑犯啊！无可能。因两个根本就无可能是凶手的。我袂用确定小琪阿姨为什么要害死阮阿爸，啊，毋过我怀疑小琪阿姨是伫咧替天狗伯啊食罪。啊，阮阿母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敢袂记哩啊？小琪阿姨讲，伊一直想要报答天狗伯啊，甲你抢用大汉的恩情。你安尼怀疑是合理的，也毋过有一个重点你无去想到。什么重点？为着罗伊的代志，已经安尼戆心戆心啊！伊是安要用死来压迫你甲俊生订婚。我咧想，恁阿爸敢有啥物空仔芳落在咱的手头？你是咧讲俊生？无对，我是咧怀疑俊生，遐毋过我无证据。想袂到我去事务所所接的头一件案件，竟然是这么复杂，而且所有的当事者拢是我的亲人。你即摆打算要安怎做咧？当然是想尽办法，先甲阮阿母报出来较要紧。另外，我希望你甲俊生的婚姻会当重新考虑。庆啊，我陪啊你过到这么痛苦，这么委屈，我相信你的未来一定是幸福甲美满的。史律师，这是你要来的物件。多谢你。安怎？案情进展了如何？本来是希望警方会当查出迄高仔顶的丑闻，想袂到拢查无。这就表示有人挑工把迄个丑闻切掉，这嘛证明讲我的当事者是冤枉。无错，你的推断真正无错。不过，你的当事者嘛有可能把伊丑闻切掉。所长，你是讲我的当事者有可能安尼做吗？我只是提醒你要办一个案件，唔当用单方面去办，要用专门去来调查，才能掌握规个案件的来龙去脉。所长，我知影我阿母是冤枉的，也毋过虽然目前对伊真不利，这分明就是有人要陷害伊。法律哦是讲证据的，用证明一个人有罪无罪，拢要有证据，你知无？我知影，目前我有掌握一条真重要的线索，只要有具体的证据，我就通证明我的当事者是无罪。是律师，我相信你是有迄个能力的。你若有啥物爱帮忙，来叫陈秘书来斗相共。喂，嘿是，有啊，无你稍等下吼，史律师刑事组的人要找你。喂，我是明良。啥物？有这款代志？董事长，你害死阿喜啊？对啊，是我，你小姐，
我甲警察讲好啊吼，你紧出去，我来管。田告这啊，你是咧滚耍笑哟？只是牵涉一件命案，会用判死刑呢。